梁國雄議員，主席，其實你去考量一個處能唔能夠履行佢嘅職責，或者咧佢由於佢自己喺個權限範圍裏邊形成嘅政策同大政策係咪相匹配咧？係一個考核嘅基準。換言之就係話，如果局方係已經對全香港嘅人宣示咗佢嘅政令，或者宣示佢嘅施政嘅觀念，而喺呢一個漁農自然護理署呢，係不能夠咁樣樣。咁即係只有兩樣嘢嘅啫。第一就係呢一個嗰個局督促不力啦，或者嗰個局有講冇做啦，即係講完就算啦。咁所以你話要怪罪漁農自然護理署啦，即係話要減到佢得返一嚿水啦，其實真係要提供個證明嘅。嗱，舉個好簡單嘅例，喺總目22，即係我引述嘅就係呢一個我哋嘅文件嚟㗎啦，即係講呢一個財政預算案總目22漁農自然護理署裏邊嘅呢個漁農自然護理署嘅宗旨係咩呢？係促進漁農產品的生產及提高漁農業生產力。擲地有聲，不是頭腦，是口水。嗱，我唔想喺度再講啦，正話阿陳偉業議員就講咗好多嗰啲產量向下跌啦。咁產量向下跌就係漁農業嘅生產力有冇促進到呢？到底係投入相同嘅單位生產力，而嗰個效能係低咗，抑或係根本呢個行業係整體地收縮呢？個答案自然根據陳議員嘅講法，係因為嗰個行業嘅凋零。主席，我知道局係大過處嘅。咁如果個局係有個政策，就係話要本地嘅漁農業係萎縮嘅，咁當然呢個處係冇責任啦，係咪？咁所以促進漁農產品生產及提供漁農業生產力呢個宗旨，不可避免地就係呢一個處嘅政策啦。嗱，我哋睇睇呢一個漁農自然護理署喺幫助呢一個本港嘅漁農產品嘅生產上面，有冇恪盡佢嘅職守呢？嗱，舉例，咁佢有個喺呢一個宗旨之下呢，有個簡介嘅，呢個係政府俾我哋嘅文件嚟㗎嚇。咁佢個簡介就係話，向本地農民及漁民提供基礎設施支援、技術協助及指導、信貸及職業訓練。我睇唔到喺呢一方面有乜嘢實際嘅增長。嗱，我舉一舉例，漁業嘅產量根據總目22漁農自然護理署自己提供嘅一個文件，主席你有冇㗎？有。係得啦。咁佢話咧，漁業撈獲嘅公噸咧，唔好講啦，即係由2011年到2013年咧，就黃小兒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啦，係咪？咁就唔會涉及到太細節啦，大家都知黃小兒過年拜年咁嘅嘢。嗱，主席，我哋睇到全面嘅生產力嘅倒退，咁我想請教各位啦，全面嘅生產力倒退同呢一個佢嘅宗旨，以至到簡介第二嘅向本地農民及漁民提供基礎設施支援、
一樣嘢，我睇嘅現象咧就係有相反啦。你叫啲慳艇收皮，係咪？我都接到一個好多投訴，就係話嗰啲蝦艇喺個賠償上面咧係覺得唔公允。主席，本會嘅議員高佬何生係咪啊？佢係手握80幾票嘅。喺嗰個特首選舉嗰度啊，係個非常之重要嘅功能團體，80票啊，哦，1200票除佢嗰個，哇，真係好勁喎，個 percent 好勁。喂，阿哥，阿何，我就同佢冇咗兩句，我就唔知道。阿梁議員，你而家講嘅同呢個議題有咩關係？漁護署冇執行佢嘅功能，就係向功能團體嘅界別嘅議員去問佢點樣去提高個生產力。請你翻嚟解釋你點解支持，或者你點解提出你而家嘅修正案？因為佢連自己嘅宗旨同埋任務都不能完成，我梗係要 cut 佢啦。呢一個即係宗旨同即係佢嗰個向本地農民及漁民提供基礎設施支援，到底係 cut 幾多人工咧？你呢個意見好清楚啦，呢個意見好清楚啦。請你繼續提出同呢個議案有關嘅其他嘅論點。係明白。咁係啦，唔好講咁多廢話，知道。嗱，仲有一樣就係進行有關應用技術方面的研究，向本地農民及漁民介紹現代科技及作業模式，以提高其生產效率並改善其產品嘅質素。有冇做過呢？我睇唔到。我哋講嚟講去嗰叫咩雞話？嗰個叫做家康雞啊，淨係得龍女雞係嘛？龍女雞。根據阿吳亮星議員提供嘅叫龍女雞有一隻產品，咁呢隻龍女雞應該係家康嗰咪家康雞係嘛？嘉美雞，嘉美雞係我哋嘅產品。你如果除咗嘉美雞之外，仲數到咩嘅產品？我哋嘅蔬菜嘅檔次有冇提高過咧？係冇嘅喎。嗱，所以主席。呢一個係另外一個佢不能夠執行佢自己嘅政策。喂，大人17-3。梁國雄議員請繼續。主席，一言以蔽之啦。何俊賢議員咩問題？我相信梁國雄議員咧，除咗買招之家之外咧，對雞唔好認識。除咗嘉美雞，我哋香港有胡鬚雞同永明雞。而最重要嘅係佢頭先講嘅嘢並唔符合我哋而家議事規則。佢講嘅係同我哋而家呢個討論緊嘅事情無關。我哋都期望有關議員唔好再用我哋漁農界作為工具，愚弄我哋香港市民。何俊賢議員，如果你認為梁國雄議員講嘅説話係不符合事實，或者你不同意呢，你可以發言駁斥嘅。如果你要提出一個議事規則嘅問題，認為梁國雄議員呢係違反議事規則呢，如果請你指出，我會做個裁決。頭先佢講緊嘅係一啲詳細政策內容，呢個場合並唔適合啊，多謝主席。因為主席，梁議員請你坐低。請你坐低。冇家教，冇家教。請你先坐低。嗱，因為呢一個發言嘅內容個範圍應該係點呢？我注意到呢
剛才呢，亦都有一啲爭議。梁國雄議員呢，亦都就我昨日講嘅一番説話，剛才代理主席呢係重複過嘅，係提出一啲異議，並且呢係引用我哋議事規則第68條第3。嗱，我想再清楚説明，我係點樣去理解呢個有關撥款條例草案辯論嘅規則。梁國雄議員引述嘅一條規則呢，正如譚耀宗議員指出，佢係漏咗兩個字。嗱，個規則嘅講法呢，就係當我哋就某個總目進行辯論嘅時候呢，辯論嘅範圍啊，你發言嘅範圍呢，係只限於需要撥款嘅服務。呢個記謝我加落去嘅，因為我認為應該有呢個字喺度嘅。需要撥款嘅服務嘅政策。咁梁國雄議員呢就話，既然講清楚係政策，點解我哋唔可以講政策？嗱，我想呢係再同大家清楚啲講。正話亦都梁國雄議員呢都提過，譬如漁護署有關嘅總目裏邊嘅一啲服務嘅內容，陳偉業議員亦都有提過。嗱，如果我哋而家辯論嘅議題係要削減嗰啲服務嘅開支，譬如話裏邊有一項係要支持啲漁民去更新佢哋嘅嗰個生產嘅工具，咁你話唔啱，我唔贊成呢個咁樣啊！你唔應該撥呢啲錢落去。咁當然呢，嗰個辯論就係關乎嗰個服務嘅政策啦。即係你認為當局嘅漁護嘅政策應唔應該，即係漁農署、自然護理署呢，應唔應該支持呢啲漁民去更新佢嘅工具呢？咁當然呢個有個辯論嗰個政策合適嘅，因為呢贊唔贊成嗰個政策呢，係直接影響到你贊唔贊成個撥款噶嘛，贊唔贊成嗰個修正案削減嘅撥款啊嘛。但係而家呢辯論嘅議題係咩呢？梁國雄議員所提出嘅全部嘅5項嘅修正案呢，都係關乎個漁護署嘅員工嘅薪酬嘅。你而家要削減佢嘅薪酬，咁當然我開頭亦都講過啦。你講到要削減某啲政府官員或者政府部門或者公職人員嘅薪酬呢，當然不能避免係要講到佢哋嘅表現。你話我完全唔準提佢嘅表現，我做咩事要削減嘅薪酬呢？咁但係呢，喺呢個情況之下，正話所講嘅嗰個政策要求撥款嘅嗰個服務嘅政策，就並不是漁護署整個政策，唔係我哋嘅漁農政策喎，係你撥款開設呢啲位嘅政策喎。所以譬如梁國雄議員呢，佢第一次發言嘅時候講呢，我認為佢係貼題嘅。佢話呢，漁農呢個漁農自然護理署咧，應該冚唪唥外判，唔應該再設呢啲職位，所以要削減。嗱，咁呢個係啱嘅，我唔係贊同佢呢個講法，但係起碼佢呢個發言嘅內容呢，係解釋佢點解提出要削減嗰啲薪金。咁有議員再講話，對於漁農自然護理署嘅表現或者個員工嘅表現喺過去一段時間唔滿意，呢個亦都造成話要削減佢薪金原因。我覺得亦都咧係冇離題。但係如果我哋跟住去討論，作詳細嘅討論，今日政府嘅漁護政策係點，甚至話呢將呢個漁農業佢而家式微啊，或者因為你覺得佢有啲表現唔好呢，都將佢完全作為你呢個提出呢個議案嘅理據，然後作詳細嘅有關嗰個政策嘅論述呢，我認為唔恰當嘅。因為第一，我哋都冇有關嘅，我哋冇通知有關嘅官員呢係會辯論呢啲漁農嘅政策。第二呢，就算有官員喺度呢，嗰啲政策都唔應該喺呢個場合嚟到辯論。我哋而家呢係辯論緊我哋嘅撥款條例草案。咁所以我話呢，喺討論到你要削減一啲公職人員嘅薪金嘅時候呢，不應該
就同佢哋有關嘅公共政策作詳細嘅論述，就係呢個原因啦。我並唔係話議員一提及政策呢，我就即刻制止。但係當你呢係好長篇地要去討論政府嘅政策呢，我認為喺呢個場係不合適嘅。咁如果何俊賢議員係認為梁國雄議員喺佢發言當中係對呢個漁農界有任何嘅唔恰當嘅一啲評論嘅話，何議員呢亦都可以發言呢係予以反駁嘅。我希望呢，我係講清楚個原則啊。陳志全議員咩問題？都係規程問題。係主席英明。頭先呢，我希望有機會即係做代主席嘅同事係聽清楚主席頭先嗰番嘅發言，因為梁君彥議員呢係不耐煩行咗出去啦。第二就係唔係話淨係聽主席講咗嗰段説話斷章取義，而係睇翻主席一路以嚟嘅判例嘅鬆緊程度，唔係話盡量去收窄議員嘅發言空間。多謝主席。陳志全議員，雖然我剛才唔喺會議廳，但係當然我係聽住整個會議嘅進程。我認為代主席嘅處理呢係正確嘅。當然呢，我亦都相信同樣嘅原則喺執行起上嚟，難免係會有寬緊。咁呢個呢，我哋覺得始終都係有一個範圍喺度啊，所以呢，我係完全尊重代主席剛才嘅裁決。我並不認為佢有係同我嘅睇法呢會有任何嘅抵觸。梁國雄議員，你仲有我有嘢講幾分鐘嘅發言。我覺得我有私下有個愚見啦，就係最好曾德成議員都做議員啦，兄弟同科咁咪即係諗嘢啲。梁國雄議員，你離題啦。嗱，你仲有呢個點解咁講咧？中國人嘅社會太虛偽，不能夠。梁國雄議員，你離題啦。我唔虛偽嗱。你仲有大概7分鐘嘅時間，請你講翻個正題。我長命8歲。我仲有7分鐘嘅發言時間，係咪？係得明白。嗱，正話阿何議員咧就指教本席，就話咧我抹黑乜嘢嗰啲咧我係好公平嘅人嚟嘅。你準備篇廣告講就得㗎啦，你就唔使下下揾翻你個黨友嚟投訴我嘅，係咪？聽下書啊嘛。嗱，其實主席嘅裁決嘅關鍵係咩？就係我話要減到佢一嚿水，咁佢執行政策嘅能力，或者喺政策底下佢有冇為咗去配合各方俾佢嘅任務，即係詳列喺我正話引述嘅宗旨裏邊，係一個判斷嘅核心問題。所以不講政策或者不講表現呢，都係唔合適嘅。聽明未？嗱，我就認為漁護署係有責任嘅。漁護署喺執行嘅過程裏邊睇到咗局方嘅政策不能夠執行。佢冇向佢做一個反饋，否則係解釋唔到嘅。點解本港嘅佢哋要促進嘅生產力同埋產量係下降？你係業界代表，仲有講嘢。梁國雄議員，喂，我認為你離題啦。咁梗係啦。係咪？咁佢正話講嗰啲好貼題咩雞？喂，實目所視嘅議會，一個議員喺度講緊嘢，講緊冇離題嘅嘢。梁國雄議員，係點啊？任何議員喺度發言嘅時候呢，如果其他主席，而家我放棄發言權利，你哋惡晒。而家已經係梁國雄議員已經離開咗個會議廳，但係呢種行為呢，我認為係
唔合適嘅。而家呢已經係12:59分，我覺得喺咁嘅氣氛之下呢，不如就宣布會議係暫停。呢個會議呢係會喺後天，即係5月2號上午9時正恢復。